好，咁首先咧，我會簡單介紹一下我哋復安居計劃啦。咁復安居計劃咧，其實我今日嘅講解就會主要包含4個範疇。第一就係復安居計劃係一啲咩嚟嘅咧？第二，警方行動策略。第三，會就住我哋嘅服務承諾同埋各位嘅持份者責任啦。最後就會係我哋會作出一啲公眾嘅呼籲。咁其實復安居計劃咧，就參與嘅部門就除咗我哋警方之外咧，其實就會有其他8個唔同嘅政府部門啦。咁亦都係頭先唔同嘅講者都上咗台講解。而復安居嘅目的咧，其實就係為咗防止及打擊任何人以不法手段影響樓宇管理或者工程招標及進行嘅。除此之外咧，我哋會希望可以邀請到參與樓宇咧，向執法機構提供一啲違法行為嘅消息。而復安居計劃咧嘅服務對象就係所有計劃即將正在進行咧樓宇大維修嘅樓宇或者屋苑。咁其實咧而家申請咗一啲市建局4大資助計劃嘅樓宇咧或者屋苑咧，就必須參與復安居嘅。而嗰4大個資助計劃咧，就會喺以下呢四項嘅計劃入邊。咁我就唔詳盡介紹啦。咁警方嘅行動策略方面咧，我哋會做啲乜嘢行動去配合呢個復安居計劃咧？首先就係我哋會做一啲宣傳啦、教育同埋防罪嘅方面嘅行動。第二，我哋會做一啲情報搜集嘅工作啦。最後咧，我哋當然係會去做一啲執法嘅行動嘅。而頭先宣傳、教育同防罪方面咧，其實我哋定期會做一啲居民講座啦，同埋我哋會主持一啲會議，咁去同各大樓宇嘅代表咧去進行一啲溝通嘅。除此之外咧，我哋會派發一啲綜合服務嘅資料冊。資料冊上面咧，首先佢哋會包含一啲樓宇屋或者屋苑咧上面佢哋進行工程嘅時候有機會遇到嘅一啲罪案啦，我哋會列舉咗喺上面嘅。除此之外咧，我哋會提供一啲渠道，當各大屋苑或者樓宇咧遇到一啲相關嘅罪案情況嘅時候咧，我哋會提供一啲溝通嘅渠道，去俾你哋去揾到我哋啦，去同我哋進行溝通或者尋求協助。最後咧，其實大家都可以喺警隊嘅官網啦，或者警訊同埋其他社交平台咧，可以揾到我哋復安居嘅資訊。另外，情報搜集同埋執法方面咧，其實我哋警方會有24小時嘅熱線及電郵啦，我哋稍後會提供俾大家。除此之外咧，我哋其實就會可以接受大家嘅轉介可疑個案啦，即係如果大家遇到一啲咩個案，可以即時可以轉介俾我哋。另外，我哋反黑組會提供一站式嘅支援，去支援各大參與咗呢個計劃嘅樓宇。咁我哋嘅承諾咧，就由參與計劃嘅政府部門同埋機構會提供到第一，專業嘅意見；第二，直接嘅聯絡渠道；同埋第三，警方嘅行動都會隨時會進行支援。咁頭先講完我哋警方嘅服務承諾之後咧，我哋就會提一提大家如果參與咗呢個復安居計劃咧，有啲咩責任啦？首先第一，我哋派咗一啲計劃嘅宣傳品咧，希望大家可以展示喺樓宇嘅當眼處。除此之外咧，會有一啲橫額，其實大家可以貼喺大廈嘅外牆嗰度。另外，希望大家可以積極同相關嘅部門同埋機構合作啦。最後就係大家可以主動提供一啲違法行為嘅消息。之後我會作出一啲公眾呼籲，咁希望大家拒絕與不良分子合作。除此之外，如果遇到一啲違法行為或者懷疑違法行為咧，就立即進行舉報，令我哋大家可以團結打擊違法行為。咁頭先所講咧，我哋有復安居有24小時嘅熱線啦。除此之外咧，就會有電郵啦，同埋一啲緊急嘅情況，當然係隨時可以打999去揾翻我哋同事去幫助我哋。另外咧，大家可以有時間可以 scan 呢個 QR code， 就可以留意翻復安居喺警隊嘅資訊網頁上面咧，提供到其他有效嘅有用嘅資訊。咁今日復安居計劃呢個講解咧就去到呢度，稍後時間落嚟咧，我會交俾身旁呢位陳永康先生，就會交代一下佢哋方面嘅防止罪案嘅資訊。唔該，老師。係，大家晚安啊！咁我係西九龍防止罪案辦公室，咁啊旺角區嘅，我姓陳嘅。咁啊呢個環節咧就同大家講下樓宇保安。
我哋嘅工作主要咧就係防止罪案。咁首先點樣去防止罪案呢？咁我哋就首先了解咗咩叫罪案先啦。其實一個罪案嘅發生啦，或者形成啦，就最主要有3個元素嘅。第一個就一定有賊人出現啦。第二就有目標，包括目標人物啦、目標地點啦等等。而最後一個就係機會。前兩者呢，賊人啊、目標啊，我哋冇辦法去到控制。我哋唯一控制嘅呢，就係呢個機會，希望盡量減低呢個犯罪嘅機會。賊人就係無機可乘。而樓宇方面呢，最主要嘅罪案呢，就係爆竊。呢一個環節呢，就最主要就係講返個爆竊嘅途徑嘅。由於咧我哋呢區咧嘅樓齡都相對大嘅，我相信超過30年樓齡咧都唔少嘅。由於呢啲樓宇嘅設計咧，個水渠都係外露嘅，好自然咧就幫賊人形成咗一個好似階梯咁樣，啲賊人好容易由地面直接爬水渠上涉事嘅單位進行爆竊，或者相反，佢哋進入咗大廈，由大廈嘅天台爬水渠向下爬入涉事嘅單位進行爆竊嘅。除咗水渠、天井呢啲位置呢，我哋更加要留意棚架，因為我哋嘅過往經驗呢，涉及樓宇爆竊嘅呢，好多我估都超過80%以上呢係有棚架嘅。大家都見到或者睇到㗎啦。如果有個棚架，根本就可以形成咗個天然嘅階梯，俾賊人呢由棚架進入涉事單位進行爆竊。另外一樣呢，就我哋俗稱叫孭仔樓。可能自己嗰棟大廈個保安做得好嚴密，但係有冇諗過隔離鄰近嘅大廈，即係黐住嘅大廈，佢個保安係咩大廈呢？佢有機會係一啲三無嘅大廈。咩叫三無嘅大廈？佢就係冇保安、冇大閘或者冇閉路電視嘅。賊人好容易就透過呢啲低設防嘅大廈進入咗天台，而透過天台嘅氣窗啊、走廊位置啊，就爬入你哋嗰個自己嘅大廈入邊。如果譬如屋企或者住緊嘅樓宇涉及呢啲大廈，我哋就要留意下啦。我哋點樣去將呢個風險移除呢？呢度咧就希望咧因為呢一區嗰個樓齡都相對大，我諗都要進入咗呢個強制驗樓啊嘅階段嘅。希望咧你哋喺揾到承建商同佢哋進行咗個工程之前咧，同佢哋加入一啲保安嘅元素，包括乜嘢呢？第一就係保護網。咩叫保護網？棚架出邊有啲保護嘅防護護網啦。傳統方面，我用啲深色嘅、綠色啊、黑色嘅。呢啲咧自然咧去幫賊人咧有一個保護嘅屏障。我哋建議咧同承建商講，因為預先同佢哋講咗咧就好過，譬如話真係佢哋落咗屏障再去換咧，我相信個款項會涉及更加大嘅。換一啲乜嘢嘅保護網咧？一啲淺色嘅、白色嘅，大家都理解到啦。譬如賊人爬呢啲棚架進入單位入邊，佢喺出邊都顯而易見啦。第二咧，我哋就留意啦。我哋起棚嘅時候，盡可能選用一啲吊棚嘅方法。咩係吊棚嘅方法咧？就佢有個樓嘅棚底，隻腳咧唔好接觸到地面。賊人咧就好難由呢個棚架底直接爬棚架上去嗰個涉事單位進行爆竊嘅。如果可能嗰個成本問題啊，我哋都考慮真係冇辦法啦，棚腳要接觸到地面咧，我哋或者考慮一啲防爬嘅勒線啦，一啲保護嘅裝置啦，一啲照明嘅系統啦。呢幅圖就好清楚見到咧。譬如我哋加啲照明嘅系統，如果再加埋個圍網係淺色嘅咧，賊人就算喺夜間進行呢個爆竊咧，我哋都顯而易見嘅。棚底嗰度啦，亦都可唔可以加設一啲紅外線嘅感應裝置啦？譬如有賊人透過棚腳爬上棚架啦，觸動咗嗰個警報系統啦，從而咧嚇退客人嘅。好多時咧，除咗呢啲設施之外咧，我哋好多時發覺咧，
啲大廈，尤其是一啲地下有啲商鋪嘅大廈咧，佢哋好中意將啲雜物咧就擺喺佢哋後巷。我哋做好多案件嘅時候咧，都清楚見到咧，佢哋甚至擺條木梯或者鋁梯，咁好自然咧，你就直情邀請咗個客人爬你條樓梯進入你個大廈進行爆竊嘅。咁希望你哋可以保持大廈四周整潔啦，唔好立亂擺放啲建築雜物。好啦，樓宇譬如工程進行中啦，進行咗嘅時候啦，我哋要留意嗰個大廈管理嘅通道管制。咁啊，一般就希望聘請呢個保安員啦，希望有啲訪客嗰時候同我哋做個訪客登記啦。譬如工程開始咗嘅時候，希望佢哋可以同啲員工登記咗佢哋工作人員嘅資料啦，佢哋開工收工嘅時間嘅基本嘅資料啦。提供一個指定嘅工作服，最好就加埋個編號以資識別，因為工程進行咗好多陌生人、三寶人隨便都可以進入你大廈。咁我哋點樣去識別佢哋呢？咁啊係透過呢啲指定嘅工作服去以資識別嘅。好啦，講咗我哋樓宇嘅保安公共嘅地方啦，我哋講翻我哋家居保安。其實最主要呢，我哋分咗4大類嘅，就係門、窗、鎖、閘。咁我哋製作咗一段短片，咁你哋亦都可以透過短片睇下自己嘅屋企符唔符合一個基本嘅條件。好，唔該去片。家居保安非常之重要，因為賊人往往喺我哋保安鬆懈嘅時候，乘機入屋犯案㗎喎。如果唔想成為受害人，我哋必須檢視我哋嘅家居保安，包括門、窗、鎖、閘有冇做好防盜嘅設施。康哥啊，有冇啲實質嘢係可以介紹俾大家？有啊，不如我哋去防止罪案科嘅展覽室去參觀一下啊！好啊。鐵閘選用堅固物料，再配上優質嘅鎖具。鐵閘上嘅罅隙唔可以相距太闊，令賊人可以伸手或者物件入內開啟門鎖。喺鎖嘅位置上加上保護罩。切勿喺閘上掛上雜物，例如雨傘等等，成為賊人嘅工具。每次外出時，確保鐵閘正確鎖上。木門選用堅固嘅材料，配上優質嘅鎖。木門上加上廣角防盜鏡或者防盜鏈。如果有需要，喺木門上加上橫栓，呢啲都係經濟同埋容易安裝嘅裝備。窗戶應該配備堅固嘅窗花，加裝窗鎖。外出時必須緊閉窗戶並且鎖上。如果有需要使用掛鎖，我哋建議使用優質硬鋼閉耳式嘅掛鎖。木門應該使用插心鎖。離開屋企嘅時候，應該將鐵閘同埋木門用鎖匙正確鎖上。我哋都有啲建議俾大家，避免喺家中存放過量嘅現金同埋貴重嘅首飾，盡量利用銀行嘅服務，就例如保險箱。鼓勵鄰里間守望相助，遇到可疑人，盡快通知大廈管理處或者就近嘅警署。情況緊急，梗係打999啦。家居保安做得夠，盜賊難以穩入手。同大家介紹咁多嘅保安設施，係咪好似好麻煩呢？不過記住，方便同保安係做唔到好朋友㗎。係啦，咁呢一個咧就係我哋旺角區嘅防止罪案組嘅電話同埋電郵。咁我哋亦都有提供一啲防罪嘅座談會嘅。咁你哋或者有啲任何嘅防罪嘅諮詢，或者想預約我哋一啲舉辦一啲防罪座談會咧，你都可以用呢個電話或者電郵聯絡我哋。咁我喺呢度就今日嘅分享係咁多，多謝大家。